各位兄弟姊妹平安。我今日要来到第六个礼拜，跟你讲到后礼拜上尾一礼拜，咱们结束这个系列今天这个题目呢是上帝的拼图上帝有一张大拼图，你有没有在这个拼图里面？我相信你们都在这个拼图里面。上一个礼拜我们提到约瑟，他跟11个兄弟一起来相认，那他在他们的面前就大声的大叫说：“我是约瑟，靠近来，靠近来，靠过来。”那这个讲法呢，好像是约瑟在那个现场的激动，但是其实它有属灵的含义。上帝有一张大拼图，他要这些跟在这一张拼图里面的人都连结在一起。他告诉他们靠近来，靠近来，他要跟他们连结在一起。然后约瑟就请他的兄弟们，就告诉他们：你们赶快回去，把我们的老爸接过来。他们已经大家都相认了。哇，原来你是约瑟，那你是西缅，你是犹大，等等等。他们就相认。他说：请你们回去，把我们的老父亲雅各赶快接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，5年的这个大灾难要来到，所以呢，赶快把他接来。你们不要来这边买食物，1个月又回去，然后下个月又来，很麻烦。你们全家都要过来，而且法老告诉我呢，我们全家都要在这里团聚。好，所以从46章开始呢，雅各就跟着这些孩子们呢，一起从迦南地到约瑟那里去。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他很仔细的告诉我们，总共有66个人从迦南地来，再加上在埃及约瑟一家有4个人，加起来有70个人。70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完整的数字。雅各这个家，每一个人都需要加入到这个大的拼图里面。这个家族里面有很多人受伤，不只是约瑟受伤，他的父亲受伤，他的弟弟受伤，他的哥哥们的那些卖他害他的哥哥们也都是有受伤。他们的姐妹底拿，如果你读创世纪前面就知道，底拿也是一个受伤的人，他被性暴力的伤害。这个家族里面有非常多的人需要得到医治，几乎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得到医治。所以雅各的子孙70个人，约瑟要他们全部都来到埃及，他们要团圆，要集合在一起。每一个拼图，每一个人是一张拼图，上帝要每一个拼图都要集合在一起。少一张拼图呢，这一幅图画呢，就是缺一个洞，缺一块在那里。每一片都要找回来，无论它在哪里都要找回来，而且每一片都要把它修复好，它可以放进到这个大拼图里面。上帝要来医治这个家族，以后上帝还要用这70个人所拼起来的这个拼图，还要再扩大，把它变成一个耶稣基督的国度。你跟我都要加入到这个拼图里面，你我都是这个耶稣的拼图里面的一片，非常珍贵的一片。少了你，耶稣无论再伟大，少了你，这个拼图呢，就是一个不完整的拼图。上帝要先来医治这个家族，使他们呢灵魂、身体都可以得到健康。不然的话，这个拼图呢加在一起破破碎碎的，它仍然是一个很丑陋的拼图。每一片拼图都要修复，都要医治。对于约瑟来讲，他在埃及无论他的成就有多大，他成为一个埃及的宰相，但是呢，如果他这个老爸没有来的话呢，这个拼图就怎么样？永远是不完整的。无论他这张拼图多亮眼，多么的有成就，但是少了他的老爸呢，你看放在墙壁上就是一个洞在那里，它不是一个完整的。雅各失去约瑟大概有22年的时间，经过了22年，他完全没有想到他可以再看到约瑟。
所以圣经讲了，当约瑟跟雅各相聚的时候，圣经说他见到他的父亲，他就伏在他的颈项上。你可以想见，约瑟抱着他爸爸，趴在他爸爸的颈项上面，哭了许久。在约瑟的里面，他有一个感恩的眼泪，虽然他也很感伤，但是可能在这个时候感恩更多。人会流眼泪是上帝的恩典，这是古代的基督徒教父他们共同的一个经验。人会流眼泪，不是代表人很懦弱，而是人领受上帝的恩典。这眼泪本身要来洗净我们的灵魂，洗净我们的伤口，要来医治我们，使我们可以恢复完整。流眼泪是一个得到医治的重要的方式。所以如果你在祷告当中，你是常常会流着眼泪祷告，你的眼泪是上帝给你非常大的恩典，我们可以珍惜这个眼泪。上帝要让老雅各看到一件事情，是他的盼望可以得到了团圆，得到了实现。雅各的生命要得到医治，不但是雅各自己，他的整个家族，他下面的60几个子子孙孙，每一个受过伤害的人，他们都要得到医治。这一些美丽的事情，这些好的事情，是出自于约瑟，他有一个爱的心，他爱他的家庭，他爱他的父亲，他爱他的家人。所以约瑟在一路上，无论他经历了多少的困难，他经历了多少的打击，他都愿意不断的去顺服上帝。也许那个梦他已经忘记了，那个年轻时候的那个梦，它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但是在他的里面有一个爱上帝、敬畏上帝的心，引导着他克服所有的困难。最后，他愿意去爱这个伤害他的家庭，那些哥哥们出卖他的，想要置他于死，想要杀死他的人。约瑟能够去爱这些人，爱使这个家族可以得到医治，爱使那些破裂的关系可以得到修复。圣经讲这个故事给我们，目的是什么？他希望你也成为像约瑟一样的人，在你的周围，在你的世界里面，如果你愿意跟上帝合作，你愿意去顺服上帝，去爱那些伤害你的人，无论他是你的家人、朋友、公司里面遇到的人，或在教会里面碰到的人，无论他是谁，那些凡是伤害过我们的人，我们愿意顺服上帝，去原谅那个伤害，原谅那个伤害你的人，去饶恕他。上帝会使你看见那些所有破碎的人，上帝有办法把他们连结在一起，使他们得到医治，使他们得到修复。人与人之间的这些伤害可以得到修复，得到饶恕。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医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上帝的这块拼图才会借着你的爱，借着你愿意去爱人，去医治人，每一个拼图上帝可以把它找回来，成为一个完整的拼图。当雅各看到约瑟的时候呢，他没有想到他130岁，他没有想到了接下来还有17年的时间，上帝又给他17年的时间。他前面只有17年跟约瑟在一起，约瑟17岁就被卖掉了。经过了这么22年的时间呢，他没有想到又跟约瑟在一起，上帝又给他17年的时间，他还可以跟约瑟相处，他可以抱约瑟的孩子，就是抱他的孙子。我们称这个叫做上帝兄弟的联立，我那念对吧？联立，上帝的全权的护理，上帝的大能超越了人所有的这些破碎。人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力量让这个拼图完整的在一起，因为人里面是受伤的，人里面是有愤怒的，人里面是有距离的。只有上帝能够来修复，来医治。上帝的设立在约瑟的生命当中，带领他走过一关一关的伤害，一关一关的困难，最后使这件难以成就的事情，上帝使他成就。
接下来约瑟要做什么事情呢？后面的经文讲到，约瑟做了一件事情，要影响未来400多年这个大家族的发展。那约瑟整个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呢，是要去保护以色列人的 identity， 他们的身份认同。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？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是与上帝立约的人，我们是属于这个立约的群体的人。所以约瑟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这70个人，这60几个人呢，把他们放到歌珊这个城市去住。歌珊在上面，孟菲斯是首都，埃及法老的首都在孟菲斯，这2个地方呢有一段很长的距离。约瑟在做什么？约瑟使这一群以色列人可以跟埃及人分开住，让他们有一个安静不被打扰的空间，在那里生活。第一个呢，约瑟告诉他的哥哥们、兄弟们，你们去见法老的时候，你们要说实话，不要多说，也不要少说。说什么呢？你们是什么人，就说你们是什么人。你们是一群什么人？牧羊人，养牲畜的，养牧羊的人。你们是什么人，你们就说你们是什么人，不要多说，也不要少说，保持这个身份认同。你们住在歌珊，你跟法老呢隔了很大一段距离，我们不会跟他们混在一起。那这个地方是法老要你们去住的地方。你们只是换一个地方住，你们要让法老很清楚知道呢，你们没有来这边要抢他们的工作的，你们没有来这边呢造成他们的问题，造成他们的威胁，你们只是来逃难的，因为有饥荒，所以我们来这个地方逃难，住在这个地方，让我们可以在这边活下去。你们没有要换职业，你们没有要换身份，你们只是在这边寻求保护的。那约瑟比他的哥哥们更有智慧，这些哥哥们比他大了很多岁，可是这些哥哥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是慌张的，是推卸责任，是怪来怪去的。这些哥哥们没有办法承担解决问题，但是约瑟他看得很远，我的家族来了，他们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发展亚伯拉罕跟神之间的约，他们在一个很被保护的地方去发展。如何得到神的保护呢？最重要的就是说实话，诚诚实实的面对上帝，让上帝来保护我们。我们不要借着说谎，不要借着说半真半假的话，我们就是说我们是谁，我们相信上帝保护我们，不是法老可以保护我们。虽然法老很重要，但是呢，真正保护我们的是上帝。面对上帝最重要的态度就是做一个诚实的人。那我自己在牧会的过程，我常常看到，在一个家族里面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成长的伤害，有的是从父母亲受到伤害，有的是在工作、在婚姻中受到伤害。但是在一个家族里面，好几个人，一个家庭里面好几个兄弟姐妹都各自有各自不同的伤害，但是谁可以从那个伤害里面更快的走出来，得到更快的得到健康，得到医治呢？是诚实的人。那个面对自己很诚实的面对自己，很诚实的面对上帝的人，他会比较快得到医治。不愿意诚实承认我是谁，我的问题在哪里，上帝求你来医治我，那常常把问题怪罪到别人身上去，都推卸到父母亲，推卸到老板，推卸到儿女，推卸到配偶去。那些常常喜欢把责任、自己的失败、自己的挫折推到别人身上去的人呢，比较不容易得到医治，比较不容易从困难当中走出来。上帝喜欢我们成为一个诚实的人。雅各不是这样的人，约瑟的爸爸雅各不是一个诚实的人，他从年轻就开始骗他的哥哥，骗他的爸爸，骗他的周围的人。雅各不是一个喜欢做诚实的人，但约瑟他是一个喜欢诚实的人。他诚实的面对他自己，诚实最重要的意义是，我相信上帝。我的生命需要保护，我的生命需要恩典，需要祝福，
不是从人来的，不是从法老来的，是从上帝来的。我只有诚诚实实面对上帝，我才能够真正从上帝得到祝福。所以为什么我相信上帝呢？因为我知道是上帝在掌权，我对上帝掌权这件事情我有信心，我有把握。所以我们今天要面对美国给我们的威胁，对不对？要抽关税，那这个世界呢，在这3个礼拜当中有很大很大的变化，很多国家非常的担心。我看到新闻讲这个泽伦斯基，这个乌克兰的总统，非常非常的焦虑，非常担心，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。对我们做基督徒的来讲，我们会担心都很正常。可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是，上帝在掌权，上帝比我们的领袖，比国家的总统，比国家的prime minister，总理更有权利在掌管我们的命运。所以我们相信上帝，我们不是相信一个政党，相信一个总统。约瑟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相信上帝在掌权，所以呢，他愿意诚诚实实的去面对上帝。第二个呢，约瑟做这件事情很重要，他把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分开住，不要混在一起，因为约瑟要他的家族远离法老的影响力。我们来埃及投靠法老，希望他给我们饭吃，希望他保护我们。但是呢，我们没有想要混进去他们的社会里面，我们没有想要变成法老的公民，埃及的公民。他们跟埃及人分开住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保护，就是避免同婚，避免跟埃及人结婚。结婚跟埃及人结婚有什么不好的呢？这并不能用到我们今天啊。如果你要跟加拿大人结婚，你要跟菲律宾人结婚 ，fine， 这个没有问题。但是在当时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他希望他们不要跟埃及人同婚，因为唯有这样子可以保留敬畏耶和华的信仰，这件事情不会被埃及人吃掉。所以呢，约瑟要以色列人去保护以色列的身份认同，因为他要他的子孙们清楚的记得，你们是属于那位创造天地耶和华上帝，你们不要变成法老的公民。保护你们的是那个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的那个应许，保护你们，不是我能够保护你们。我当宰相，有一天我要死掉了，谁来保护你们？只有上帝保护你们。所以他要他的子孙去认同上帝的那个拼图，不要认同埃及的拼图。这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？我们今天生活在加拿大社会里面，我们很努力的要融入这个社会，对不对？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英文很好，他们呢可以认识更多当地的人，他们可以融入到这个社会里面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告诉我们的孩子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更高的身份，你不要忘记。这个更高的身份，用新约的话来讲，彼得前书2章9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属上帝的子民，我们是被蒙拣选的祭司，君尊的国度，属上帝的子民。我们可以跟加拿大社会更多的认同，我们的孩子可以去打 hockey， 我们的孩子可以穿这个 maple leaf 的这个国旗的衣服。但是呢，使我们跟这个社会之间有一道鸿沟，是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。那个鸿沟不是华人、台湾人跟白人之间的差距，那个鸿沟是基督教的信仰跟加拿大的世俗主义之间的差距。这个鸿沟是永远没办法跨越的。加拿大这个社会，你知道加拿大最左的、最自由派的地方在哪里？全加拿大就是温哥华。好几年前，我看到这个一个 survey 一个调查，全加拿大最左的、最反基督教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就是温哥华，就是 BC 省。我们的孩子在这边成长，他们所领受到的是，他们想要把温哥华变成全世界最 greenest、最绿的城市。最绿的城市就是最反基督教信仰的城市。
我们跟这个社会永远有一道鸿沟。我们的孩子可以成为加拿大人，打哈欠，喜欢做加拿大生活的文化，但是他们跟这个社会之间有一个不同的点是，我是属于上帝的，远远超越我是属于加拿大的。这不只是我们的孩子要面对的挑战，这也是我们在座每一位要面对的挑战。我们的身份认同最高最终极的认同，不是你是台湾人，你是加拿大人，最终极的认同是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是一个属上帝的人。你们，你是一个属上帝的人，这个身份认同永远不能够跟别的认同呢混在一起。这就是约瑟所面对的问题。你们可以拿埃及的护照去外国旅行，可是记得你们是属于亚伯拉罕，属于耶和华上帝的，你们永远不会是属于法老的。有一天你们一定会离开埃及这个地方。这里面呢，给我们看到非常多宝贵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。很有意思的是，法老把雅各招进到王宫里面去，然后呢，雅各竟然伸起手来为法老祝福。上帝的拼图呢，在雅各来到约瑟的面前的时候，这幅拼图70个人的拼图呢完成了。雅各来为法老祝福，雅各在这个祝福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。他说呢，法老问他：“啊，你几岁？你今晚几岁？”他就说呢：“我在世寄居的日子呢，是130岁。我到现在130岁，他未来还在活到147岁，他才会离开。我一生的岁月又短又苦，比不上我祖先在世寄居的年日。”约瑟在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字，我在世寄居的日子。用英文来讲，它的翻译是 my pilgrimage， 我在世朝圣的日子。我的人生到地上来呢，只是一个朝圣的路程。我有一个终点，有一个圣地，是我要去的圣地。我在地上只是一个朝圣者、朝圣客。这个地上没有一样东西我可以永远留住它、永远抓住它的，所有东西都要从我的手上过去。它只是在我的眼前留下来，然后他要离开。他以为他再过一段时间饥荒完了，他就要回到迦南地。他以为迦南地呢是他的圣地，没有想到最后雅各死在埃及。希伯来书11章就告诉我们一个雅各的这个经验，一个总结。希伯来书11章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些人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等等等旧约这些人，这些人是因为信耶稣，他们获得了赞许，但仍然未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好的事。若没有我们，希伯来书作者说，如果没有我们这些人，他们就是雅各，他们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们就不能达到完全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当雅各死的时候，他永远没有机会再回到迦南地去了。他下次去是他的骨头被儿孙们带上去。雅各去哪里了呢？雅各到天上去了。天上的家乡才是他的圣地。他在地上只是一个朝圣客、朝圣团，他到天上呢是他的家乡，是他要去朝圣的地方。那个天上也是我们的圣地，也是我们朝圣的终点。雅各在天上等什么呢？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，雅各在那边等我们，等你，等我们每一位。我们是这个大拼图当中的一块重要的拼图。等我们加入到这个拼图以后呢，圣经说他们才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。我们每一位在地上，无论你在加拿大，你过得顺利，过得不顺利，有挑战，还是非常的这个幸福美满，我们要记得，在这个地上，只是我们的
朝圣之旅的一个过站。加拿大是我们的过站，也许你会回到台湾去，也许你不会回到台湾去了。无论你将来是去哪里，这个地只是我们的一个过站。雅各说：“我一生的年日，我活到130岁，就算我再继续活下去，都只是一个 pilgrimage， 只是一个朝圣的路程。这个地上呢，不是我的家。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地上都是一个朝圣客。我们的盼望不要放在这个地上，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那个永恒的家乡。上帝要来借着你，在你的人生的路上，上帝要借着你来医治你自己，医治你周围的人，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、你的亲戚。上帝要医治他们，使他们得到健康，使他们可以加入到上帝的这个大拼图里面。没有这一块拼图，整个上帝的计划、上帝的旨意就是缺了一个洞。无论这个拼图多漂亮，你就会看到在那边有一个洞，空空的，没有填满。上帝要借着你去把那个拼图呢找回来，使它得到修复，得到医治，使它加入到那个大拼图去。少了你，这个拼图不完整；少了那一个人，也不完整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，把你周围那些受伤的人、那些破碎的人、那些心里面痛苦的人、那些生病的人，把他们找回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使他们得到医治。这是我们在地上最重要的一个旅行的目的。只有加入到那个上帝的大拼图，这个拼图完整，我们自己才会觉得完整。否则我们这块拼图呢，在空在那个地方，我们没有归属，我们不是放在桌子上，放在地上。这一块拼图是要加入到那个大拼图里面，它才能够有最后的归属。这篇信息在告诉我们，上帝要使用你，使用我，成就他美善的旨意。你愿不愿意答应，让上帝使用你来医治人，寻找那些失丧的人、受伤的人，回到上帝的怀中来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借着约瑟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。你喜欢我们经历你的爱，你喜欢我们得到医治，你也喜欢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在你里面的健康和完整。求你使用我们去寻找那一片失落的拼图，把他们找回来，带回到你的面前，使他们完整，也使你的旨意得到完整。感谢赞美你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